如果24至到48小時都冇屁放嘅話，就要小心注意啦，可能身體正響緊警號啊！喺正常情況下咧，屁量係會因人而異嘅，因為每個人嘅體質同埋飲食都唔同。但係如果完全冇屁放，仲伴隨住嚴重嘅腹脹、腹痛、嘔吐嘅話，又或者係完全冇大便嘅話，就屬於唔正常啦。咁樣係好有可能係腸黏連、小腸氣，甚至嚴重起上嚟嘅話，情況係由突然多屁變成少屁，又或者係完全唔放屁嘅話，又甚至係血便，又或者體重下降，咁就好有可能係大腸癌生到去某一定嘅體積，塞住咗腸管，導致排氣困難。呢一個情況咧就一定要及早求醫啦。不過咧，值得注意嘅係，腹部手術過後嘅病人咧，腸道功能咧未恢復時嘅話咧，會暫時冇屁放，所以呢類人咧冇屁放嘅話，都唔使過分擔心啊。